Hello，大家好，我係 Yuki，再次繼續傾一下直到 T 恤乾了為止呢一套劇。傾完前面嘅種種伏筆，我哋必須要直接嚟睇一睇啱啱播出嘅第5話。呢一集簡直係情感同埋劇情雙重爆炸嘅轉捩點。故事嘅時間一口氣推進到事故發生之後，快將滿1年嘅時候，Sakiko同埋熱之基喺陪伴彼此療傷嘅過程之中，關係有咗微妙嘅變化。兩個人每個禮拜六都會喺當初嗰個可能藏住另外一半秘密嘅自助洗衣店裏邊碰面，甚至開始注意起自己嘅穿搭，再到去互相去彼此嘅屋企裏邊食飯嘅細節。熱之基甚至係提出咗想帶住孩子搬去同 Sakiko 同住嘅一個驚人嘅想法，呢種曖昧嘅情愫喺彼此之間流動住。Sakiko 驚慌咁樣灑落咗 cheese 粉嘅細節，簡直係令到人哋跟住都會心跳加速。然而就喺 Sakiko 終於決定放低過去，甚至開始諗住抌丈夫熱之基留低嘅拖鞋嗰陣時，心慌未久，編劇俾咗所有觀眾重重嘅一擊。失蹤1年嘅 Mitsuru 突然打電話過嚟咖啡店， Sakiko 喺電話裏邊情緒失控咁樣去替熱之基抱不平，追問真相。而更震撼嘅係，當 Sakiko 掛斷電話之後，門鈴響起，企喺門之外嘅居然就係嗰個留住鬍鬚、消瘦憔悴嘅 Mitsuru。佢只講咗一句：我回來了。明明大家之前都會不斷喺度問 Mitsuru 究竟去咗邊啊？當見到最後嘅呢一幕，全網觀眾崩潰咁樣去大喊：你而家返嚟，到底要做乜嘢啊？編劇生方未久不下嘅呢一場3人第一次碰面，呢一種質感極高嘅修羅場，直接將後續嘅故事值又再拉滿。不過說到飾演 Mitsuru 呢一個演員松山研一，喺呢套劇嘅戲外嘅宣傳手法簡直係相當高級，甚至有一種合法劇透嘅意味。大家有冇注意到松山研一前陣子自己喺 X 上邊發文寫住：我返嚟啦，歡迎大家留言對 Mitsuru 嘅應援。後邊括號咧就寫住鬧佢啦。你睇下，佢完全係唔替佢呢個角色咧去辯解嘅，反而用一種咧嬉笑怒罵嘅態度去面對批評。呢個咧唔係就係暗示緊觀眾 Mitsuru 嘅背後其實係大家仲諗唔到嘅或者唔知道嘅極品渣男？大家有睇到之前嘅記者會新聞嗎？喺直到 T 恤乾了為止嘅製作發表會上邊，松山研一咧居然咧喺記者會途中咧就直接提前退場，甚至咧就喺網絡裏邊將自己嘅名改嚟改去啦。好多網友每次睇完新一集嘅劇集播出之後咧，都會忍唔住咧去松山研一嘅 X 裏邊留言嘅。佢咧喺呢套劇集裏邊嘅戲外嘅宣傳真係非常之有趣，展現出嘅個人魅力咧簡直係令人笑噴嘅。最後我哋嚟傾一傾劇名，直到 T 恤乾了為止。T シャツが乾くまで呢一句話到底係藏住心方未久點樣嘅野心呢？ T 恤被雨淋濕，喺劇中象徵住係突如其來嘅創傷、背叛同埋悲傷。當事故發生咗，秘密被揭開嘅嗰一刻，主角們嘅心就好似被突如其來嘅暴雨徹底淋透，重到係令到人哋抬唔起頭。而自助洗衣店同埋烘乾機就係佢哋試圖將呢一份沉重亮光嘅過程。烘乾一件 T 恤需要嘅時間，就好似治癒一份創傷無法一蹴而就。劇名叫做直到 T 恤乾了為止，暗示住一整套劇其實係一段暫停
同埋等待嘅時間。喺呢一個 T 恤仲未乾嘅過程裏邊，佢哋會焦慮啦，會產生錯覺啦，會因為體感貼近而萌生曖昧啦。但係當 T 恤終於乾啦，當所有秘密被晾晒喺陽光下嘅時候，佢哋終究要着返呢一件衫，重新去獨自走返各自嘅人生軌道。目前為止，劇裏邊仍然係藏住好多秘密，好多說法都係唔一定嘅，還是要敬請期待第6話吧。大家睇完第5集之後，你覺得 Mitsuru 突然返嚟嘅真正原因係乜嘢？歡迎留言留低你嘅推理。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